人生旅途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，顺势而行，方能见证沿途的风景。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，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杆秤，衡量着周遭的一切。有人真诚，有人虚伪，有人圆滑，有人率真。面对不同的灵魂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坦然接受，而不是执着于改变。毕竟强求无果，懂得取舍才是智慧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境，有人言不由衷，却不能直接揭穿，因为真相并不总是适合摆在台面上。有人言行让人厌烦，但人际关系微妙，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可以直接表达。懂得适时沈默，是为人处事的一种境界。与人交往，合得来便好好珍惜，合不来则保持距离，既不迎合，也不可以疏远。正所谓道，不同不相为谋。磁场不合之人，即便身处同一个空间，也终将各行其道。这世间许多东西，并非我们握得紧就不会流逝。人与人的关系，随着时间流转，或亲近，或疏远，皆有定数。有些人曾经走进生命，留下痕迹，然后悄然离开。即便我们百般不舍，亦无力挽留。人生就是一场相遇与别离的循环，学会释怀，才能减少内心的烦忧。万事随缘，这并非消极的态度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执着于无法改变的事物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无谓的纠结。顺应天时，随遇而安，才能更轻松的前行。真正的自在，是心无挂碍，无论得失，都能以平常心对待。当我们能够笑看世间种种，不再为外物所扰，内心便会充满力量。行走于世，不必强求每段关系都能长久，不必执着于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自己。时间会筛选出真正的知己，磁场相似的人，自然会相互吸引。与其费尽心思去讨好所有人，不如用心去经营那些值得珍惜的情谊。真正的朋友，无需时刻联系，却总能在需要的时候相伴左右。生活本就是一场修行，许多道理在经历过后才会真正领悟。所有的经历，无论好坏，都是生命赐予的财富。那些曾让我们痛苦的时刻，终将成为成长的养分。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动的瞬间，亦是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。生命无法回头，珍惜当下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焦虑，是因为过于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，事事追求完美，反而让自己不堪重负。不如学会放下，专注于当下，把每一天过好，让内心安定，让脚步踏实。真正的幸福，不是来自外界的认可，而是源自内心的满足。当我们学会了顺其自然，就能够坦然接受生命中的起落。面对困难时，不必过于沮丧，因为低谷终会过去。迎接幸福时，也不必过于执着，因为一切都是流动的。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人生，才能在风雨中仍旧微笑。人生的美好，在于那份随遇而安的自在。走过高山，见过低谷，经历过波折，才能更加笃定前行。既然未知不可预测，不如学会欣然接受。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用微笑去面对。当我们不再为无谓的事纠结，当我们能够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便能轻装上阵，走向更宽广的天地。所有的幸运，其实都在路上。只要我们怀揣善意，心存希望，日子自会越过越明朗。或许现在的我们仍在奔波，仍在寻找，但请相信，每一次努力都不会被辜负。当时间到了，当机缘成熟，一切美好都将如约而至。万事随缘，微笑前行，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愿我们都能以平和的心态去迎接未知，以从容的姿态去面对风雨。因为所有的美好，终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与我们相遇。人生如同一幅未完成的画卷，每一笔都在塑造未来的模样。走过的每一步，经历的每一段，都在构筑我们的成长。与其担忧未来，不如享受当下，因为当下的点滴累积，终将成就未来的风景。心存善念，脚踏实地，哪怕前方仍有未知，内心亦能充满力量。每一次相遇，都是命运的安排，每一次离别，都是人生的必然。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个转角会遇见谁，也无法确定身边的人会陪伴多久。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珍惜眼前，感恩每一段同行的岁月。不论是长久的陪伴，还是短暂的交汇，都是生命赠予的礼物。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接受生活的不完美，才能活得更加轻松自在。太多的计较，反而让人疲惫不堪。让心灵变得柔软，让步伐变得轻盈。不为过去遗憾，不为未来忧虑。当我们懂得放下，
才会发现世界更加开阔，人生更加丰盈。岁月流转，时光更迭，唯有内心的从容与淡定，才能让我们在变幻的世界里找到安稳。人生不过数十载，何必困于小事，何必耿耿于怀？珍惜拥有的一切，善待身边的人，让内心充满爱与感恩，才能让生活充满温暖与希望。最好的生活方式，便是顺应内心，随遇而安，微笑前行。不必执着于未来如何，不必纠结于过去如何。当我们学会活在当下，便能拥有真正的快乐。愿我们都能在岁月中沉淀智慧，在风雨中绽放笑容，迎接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。